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今天我来到了国姓乡，这里是南投境内客家人密度最高的乡镇。除了桃竹苗等地的客庄移民，还有一群远从印尼来的新住民在此落地生根。我很好奇，在印尼客家人那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？印尼生活都是邻居有什么这样的帮忙，跟台湾客家人一样啊。比如说现在我住这样对面的人。要传新布，我都会去帮忙做糍粑。台湾的客家菜你们吃的还习惯吗？台湾的客家菜跟我们印尼的客家菜一样啊，像那个大肠炒大肠，炒大肠，对，那姜丝炒大肠，对，姜丝炒大肠，那个酸很好吃啊。但是这里国姓乡的它不会很辣，它一点点辣的，嘿，啊酸时还蛮 OK。啊，我那边是炒很辣。这里要吃酸没错啊，辣都不会很辣，但是我那边吃辣就很辣很辣。80年代开始，有许多印尼新住民嫁来国姓，他们大多是来自坤甸、山口洋等地区的印尼客家人，当地也通行客家话，在语言文化上隔阂较少。那我好奇是，像台湾的客家话有分很多的腔调啊。那你们来的时候，你们是听得懂的吗？我是还好啦，我讲海陆啊，因为海陆，他嫁过来是嫁客家人啊，我讲海陆啊，我老公讲四县。我们这里全部是讲四县，对，四县，我们老公讲四县啊，我们沟通比较方便啦。新住民姐妹们最喜欢跟着社区居民一起出游，到处游览、进香活动。1年1度的国姓抢成功，村长鼓励他们组成印尼队，年年拿下好成绩。抢成功啊！对，有去参加吗？对，我以前每年有去参加，都会推那个船，有没有？都推很快的话，都第一名啊！哎呀，都是大家都要努力去推。一个人上面跑过去，要是爬上去那个上面拿那个皮啊，我很累啊，第二天跑不起来，太累了。新住民姐妹们乐观开朗的态度，让她们融入客庄生活，也让我看到她们在国姓安身立命，找到人生的第二个故乡。